后来继续来到新竹，有一间工厂头排废气，地处附近规个社区臭气冲天，有够臭的臭。居民已经无法度过来吞忍了，大家招招咧，拿这个白布条大声来抗议，讲因的生活品质受到严重的影响。二座标排出来，我们居民来讲就很卑微要求，不要二座。有白布条在抗议，诉求真简单，只五毛讲，因生活环境空气卖遮臭，在地人真正挡袂住啊。它几乎在傍晚的时候排放类似一种很恶臭的东西，有点像塑胶味，又不像塑胶味，一直北风一吹就往那边吹，我这边邻近的居民几乎已经受不了了。桃园有一间拄着工厂，敢若是偷偷排放这个废气，就是讲附近的社区够臭，生活品质受到影响。依照环保局的要求，设立空气污染防治的设备及防治人员。荷兰指控工厂有接这个控技师，当时冇提出保证。这么大的空间要做这个吸收，其实不太容易。那再来，我们就把整个工厂周边的这个门窗全部紧闭嘛，让这个问题不要溢散出来。这样，我们努力再把它改善更好。再三保证讲会积极处理问题，毕竟大家拢无法度忍受讲日常生活的环境四界拢有闻到这个臭味，而且一旦来违反空气污染防治法第24条的规定，会使罚10万以上2000万以下的罚款。